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收聽第90集嘅米閱讀分享米 The Reader 呢個 podcast 啊。今集分享嘅書咧係由呢個西班牙嘅記者啦吓，咁佢叫做 David Jimenez 所寫嘅西文版叫做 El Director， 中文嘅翻譯咧就係後來我告了報社老闆呢一本書。由領事太太嗰本書開始啦，到上一本吉卜賽新娘咧，場景咧都係設定喺西班牙嘅，尤其咧係關於首都馬德里嘅。今集咧都係繼續西班牙相關嘅書，主題咧則係呢個西班牙嘅媒體啊。呢本書嘅作者咧叫做David Jimenez 啦，寫嘅咧係佢喺2015年4月至到2016年5月咧，係大家冇聽錯咧，就係佢係1年多1個月左右啦吓，擔任呢個世界報 El Mundo 呢個新聞報章嘅總編輯嘅經歷啊。佢咧只係做咗1年多啲咧就要離開啦。重溫一次呢個中文書名咧係後來我告了報社老闆，又係冇聽錯喎。呢一位總編輯咧，佢的而且確後嚟咧係用告上法庭嘅方式咧，係去跟呢一份報章咧告別嘅，為嘅咧就係捍衛憲法所即係賜予俾佢哋嘅言論自由啊。當然，書寫呢一本書咧，亦都係阿 David 咧係揭露咧西班牙新聞媒體嘅醜惡嘅手段啦。包括佢係講出咗咧政商界聯手啦，互惠互利咁樣去掩藏事實啦，除去一啲唔啱聽嘅評語啊等等呢一啲嘅做法啦，即係佢亦都係具名呢個證據確鑿咁樣表述出嚟啊。咁咧另外呢一個咧身處西班牙，想認識媒體啊社會生態更加多嘅我咧，就長咗好多知識啦。呢本書嘅內容咧都幾豐富噶，所以咧我就決定咧分2集分享。今一集咧就集中講書入邊交代喺西班牙從事新聞工作，主要係報章嘅部分嘅情況啦，同埋一啲內幕嘅片段。下一集咧我就會從書入邊嘅選段同埋描述啦吓，就延伸出嚟咧去講一講我個人對呢個西班牙社會嘅觀察啦，同埋即係一啲嘅自己嘅感受啊。相信咧會似一啲清談節目多一啲，會比較輕鬆一啲嘅。呢一種結合在地生活經驗同埋觀察嘅分享方式咧，就係我米閱讀分享呢個 podcast 同人工智能稍為有啲唔同嘅地方啦。希望咧都可以得到大家嘅訂閱支持啦。你哋可以撳 support the show 或者係 subscriber only contents 呢一類字眼，就可以去支持我噶啦。我咧都習慣咗呢啲訂閱戶咧 come and go 啊咁所以咧，假如你只係想支持我呢個月即係呢個節目咧1至2個月啊咁啦，又或者用 FPS 即係轉數快做一次性嘅贊助咧，我都係非常之感謝你噶，唔使唔好意思噶。講下 David 呢個作者嘅背景啊。David Jimenez 咧而家咧就係54歲，佢係由咧23歲開始咧就為呢個世界報El Mundo 工作嘅。幾年之後咧，佢係去到呢個亞洲或者係即係其他嘅一啲地區啦吓。總之就係駐亞洲嘅一個記者。咁佢去過好多地區嘅前線去報道噶。包括咧就係北韓啊、柬埔寨、緬甸，亦都咧係去過咧係阿富汗等地啦。咁啊見證過呢個即係戰場呢一類場面嘅。喺外面跑新聞咧都10幾20年啦吓。到2014年咧就獲得哈佛大學一項獎學金，佢就去到咧呢個哈佛咧進修啦。翌年亦即係2015年咧就獲邀去到呢個馬德里度上任咧世界報總編輯嘅一職。聽到咁樣嘅背景咧，相信大家都可以想象到 David 咧其實唔係一個坐喺辦公室好早就唔記得咗咩叫做跑新聞嘅一個即係編輯，亦都唔係一個咧淨係識得搞辦公室政治嘅人啊。所以佢嘅上任咧，一方面咧係為人啦帶嚟一啲變革嘅希望啦，另一方面咧亦都惹嚟唔少嘅疑慮啊，怕佢咧冇辦法制衡老闆啦，以及後嚟咧越掘越多出嚟嘅利益團體。如果早2本我講嘅呢個領事太太嘅書咧，係俾我哋可以稍微窺探出領事嘅生活同埋佢哋接觸嘅人同事嘅話咧，
讀 David 呢一本前總編輯嘅書咧，就可以俾我哋察覺到更加多，或者觀察到更加多咧，就係媒體同權貴之間千絲萬縷嘅關係。咁喺呢一度咧，就真係令到我覺得一覽無遺啦。咁所以唔係講笑啊！我呢一個西班牙新丁咧，真係為咗佢即係講嘅一啲內容咧，係製作咗一個即係圖像即係筆記啦。我希望以後咧有機會咧係可以繼續參考查看，即係深入更加了解嘅。今集咧，我會分享書入邊3大個比較深刻嘅點嘅，有一啲咧係令我覺得痛心噶啦，亦都有一啲咧其實只係作為即係總編輯咧有一啲嘅掙扎，可能因為我都做過一啲中層管理啊，咁所以呢一啲抉擇嘅位置咧就好有共鳴。喺進入分享同埋讀出呢個選段之前呢，我就想講一下，可能跟住落嚟大家會聽到一啲嘅即係人物啊，因為 David 咧喺書入邊咧好多時都係用嗰個人嘅一啲職責或者係角色啦去稱呼佢，而唔係咧用真名嘅。咁我諗最常會聽到嘅一個名咧就係叫做書記。佢咧即係呢一位書記咧就係咧幫忙咧同呢個意大利母集團咧睇住西班牙分支嘅人啦。因為咧 El Mundo 咧其實係屬於意大利嘅一個傳媒嘅集團嘅。咁呢個書記咧都算係即係好似西班牙同呢個意大利母公司之間嘅一個橋梁啦。但係其實咧書記佢關心嘅咧係報章係唔係能夠討好佢朋友嘅歡心啦，同埋咧即係嗰部分報紙啊，同埋亦都係佢自己嘅職位咧，能唔能夠得以生存落去嘅？好啦，解釋完之後咧，而家就開始進入咧今日我覺得即係比較深刻嘅3點分享。第一點想分享嘅咧就係總編輯 David 咧收到一啲爆炸性嘅新聞，但係同時咧佢又有上頭嘅壓力喎，咁點做好咧咁？原來咧呢個即係壓力咧都可以分2個階段嘅，咁所以佢咧就有2個階段嘅掙扎啦。第一個階段咧就係登唔登呢一篇報道好咧咁。我們拿到巴塞納斯辯護申訴稿，足以確認人民黨裏包括總理拉荷爾在內的4名歷任黨主席都知道黨內有黑賬的存在，賬戶裏的錢來自於各大企業老闆的賄款，被拿來支付政黨活動費用及高層的額外津貼。媽的，怎麼了？你可以等到明天再刊出嗎？為什麼？待會在拓展日報的活動上，我得和拉荷爾及半數以上的內閣官員碰面啊！我們要冒險讓其他人先爆出來，捷足先登嗎？我讀了他的報道，內容寫着掌管執政黨財務長達20餘年的他，指控是黨內高層要求他做黑賬。這群人當中更包含了坐上總理大位的拉荷爾和阿茲納2人，都是貪污共犯結構裏的操盤手。我馬上朝着即時快訊部門走去，說網站全版刊出。坐上計程車前往馬德里美術中心時，我的手機開始鈴鈴作響，同時間內閣官員們和各大知名人物正陸陸續續抵達會場。我沒接來電，因為我知道書記會要求我做一件我無法答應他的事。下了計程車，我往入口階梯走去，一抬頭就看到書記站在高處，在那等待着總理駕臨。人的一生中總會遇上3、4個讓你終生難忘的表情，他那時的表情便是其中一絕。當時書記臉上的神色，仿佛像剛接到警察打電話來的父親，被通知他兒子正拘留在警察局裏。我繼續步上階梯，與他擦身而過時，在他耳邊低語道：我非這麼做不可。大家都聽到啦，即係話咧，David 咧就係決定咧去登呢一個嘅即係貪污嘅醜聞出嚟啦，同埋咧佢係用網站咧全版刊出嘅方式嘅。咁好啦，實體報又點好咧？咁即係決定咗登呢件事出嚟啦。咁又因為佢事關重大啦，又具有新聞性啦，咁所以咧就去到第2個階段，就係掙扎要點樣登喺呢個實體報啦。係唔係要放頭版呢？係唔係用大字標題呢？咁標題又寫咩字好呢？等等。
喺呢個層面上面呢，David 咧都收到嚟自樞機嘅壓力。我沉默了幾秒，思考着該選擇讓樞機失望，還是讓我對自己失望。應該接受他的意見，與政府和解，傷害報社的獨立性，還是應該把持住報社的戰鬥精神？應該避免與有權力拔除我的人起正面衝突，還是應該對他宣告我才是擁有編輯內容主控權的人，且一絲一毫都不會退讓？雖然上任還沒滿2個月，不過我認為利用現在這次機會，把我們之間的關係及規則劃分清楚，並不算太早。說到要劃清界線，我也想不到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空間了。頭版是讓新聞人員展現自我價值的地方，我當然也多次希望頭版上出現我署名的文章。況且現在該是正式宣告報社立場的時候了。頭版開4個欄位，全放貪污案新聞。我站了起來，說着這決定。標題呢？巴塞納斯指控人民黨所有黨主席皆涉秘密黑賬。David 就係咁樣抵住咗上頭嘅壓力，決定刊出呢同公眾利益有關嘅新聞啦。而且呢係用大字標題，同埋用4版嘅篇幅啦，去凸顯佢嘅重要性。我每一次咧睇呢本書，即係睇到呢一啲嘅情節嘅時候咧，都會為阿 David 咧捏一把汗嘅。成日都會諗啊，佢肯定咧會即係有好多積怨啦，但係咧又好佩服佢嘅風骨啦。甚至有一啲時刻咧，我會擔心咧佢會唔會面對呢個人身安全嘅風險㗎咁。揭發政黨嘅醜聞，以乜嘢嘅方式去刊登啦？咁呢一啲咧都係冇好明確嘅一個慣例可以循啦。有時咧亦都可能會睇嗰個報章同邊一個政黨比較熟啦，又或者係唔係咧諗住迎合呢個執政黨啦咁。咁 David 咧喺佢上任之前到佢上任嘅嗰段時間咧，其實佢即係世界報嘅老闆同埋書記啊，似乎咧都係同人民黨即係 PP 黨咧係好相熟嘅。就連咧投票之前咧，都會違反新聞中立嘅原則咧，公開咧係去表示會投票俾 PP 黨嘅。報章同埋政黨之間嘅關係咧，似乎就唔係話即係好明確或者係一直好穩定啊咁。但係原來咧，媒體同大商家之間嘅關係咧，則係有一個比較穩定嘅呢個協議條款咧，嚟確定咧彼此之間嗰個利益互換嘅關係嘅。咁當然應該咧就唔係咧真係有一個白紙黑字寫低要求或者係一個即係條款嘅細則啦，但係利益交換咧佢係千真萬確，同埋咧係約定俗成咗嘅。新聞媒體與企業之間的利益交換關係從很久以前就開始了，而且已根深蒂固。媒體高層們甚至不需要拿起電話查詢屬於自己的那份酬庸，就會自動送進銀行賬戶裏。更有一項共識已內化到國家報社編輯總部裏，就是諸如西班牙電信、桑坦德銀行或英式剪裁百貨等公司絕對不能碰。各大上市公司的傳媒總監有相當大的權力，能操控媒體。他們會依據各媒體的影響力大小來分配預算，同時變相懲罰那些不順從他們指令的人。有時候，甚至連報社的總編輯也不完全知道協議條款的背後隱藏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有天下午，一位高層主管來找我，要求我撤掉一則有關國內最大經濟零售商 Mercadona 的負面新聞。當時我問他為何如此在意這則新聞，他們根本沒給過我們一毛錢。他的回答竟是因為他們有。我從未在我們的報紙版面上看過任何 Mercadona 的廣告，不過的確是有讀讚揚他們公司成就的報道，儘管他們沒有在我們這投入任何資金買廣告。事實是，他們根本不需要買廣告，因為這家公司付給媒體龐大的贊助金。
包括宣稱自己立場一絲不苟，如雨後春筍蓬勃數出的數位原住民們也是受益者。Macdonald 借此換取友好的專題報導，並可豁免於正規新聞的批評。各媒體的廣告部門篡位做起了編輯總部的工作，對新聞內容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甚至能直接改寫新聞內容。剛才提到嘅幾個集團啦，咁就有呢個西班牙電信 Telefonica 啦，桑坦德銀行亦即係 Santander， 英式剪裁百貨咧就係 El Corte Inglés 啦。咁 Mercadona 呢一個咧，其實係西班牙一個非常大型嘅國民超市嚟嘅。咁呢一啲嘅即係機構啦吓，都係同國家嘅傳媒啦，亦都唔止係報章嘅，就係簽訂好呢個協議條款啦。咁呢一啲大企業透過咁樣做咧，就可以控制到咧自己嘅企業形象去點樣表達啦。協議條款的讓步程度，以實體紙本媒體來說，取決於公司的敢不敢衝，以及時任總編輯的抗拒能力。現在輪到我得要面對這道高牆了，我自問該怎麼做才好？我還是否能繼續捍衛我堅持的新聞專業，就像從前那個不需承擔報社存亡大責的單純記者一般，做該做的事。當時我們報社正面臨創社以來最艱困的財務危機，完全無法承受流失主要廣告客戶的打擊。咁然後即係 David 咧就繼續講咧，其實佢即係呢一個掙扎咧，就包括咗佢應唔應該出席一啲嘅活動啊。咁因為咧好多嘅大財團啦，其實係會咧有好多嘅活動或者派對啊，去邀請各界嘅傳媒人士嘅。到職後不久，我果決拒絕了由 CaixaBank 邀請參加的 Sting 私人演唱會招待旅遊，包含為你和一名同行伴侶提供免費6星級飯店住宿、頭等艙機票及司機到府專車接送，全由他們買單。看着這豪華旅行團的內容，我其實非常訝異，一間我們幾乎天天報道的銀行，竟然會希望我們接受這樣的招待邀請。於是我看了一下去年的受邀名單，裏頭不乏知名人士、各大報的總編輯、廣播及電視節目主持人、媒體集團高層主管以及知名記者。對於包廂看劇、私人活動或旅遊等邀約，我加以交際手段拒絕掉了，但此舉卻被解讀為我藐視他們。為此，書記跑來指責我，說他的上市公司有人紛紛向他抱怨我的態度很傲慢。他們說，他們在世界報裏沒有對話窗口。事實並非如此，我為自己辯解，我已經與其中好幾個人聯絡過，我也可以與他們見面談事情，只是我並不會成為他們的好朋友。不用我講，你也知道我們目前的處境如何，以及這些人際關係有多重要吧？很多合約都要靠着總編輯的親和力才能簽成，你又不必做什麼壞事，也不用承諾什麼損害自己誠信的事，這是你工作職責的一部分啦。諗落又係喎，其實總編輯嘅工作係包唔包含咧去呢啲派對啦，或者係去即係呢啲嘅即係遊旅遊啊、吃喝玩樂嘅呢一啲方式嘅咧咁。咁我喺閱讀期間咧，都有好幾個時刻咧，我都會代入David 呢個總編輯嘅身份就諗啦。究竟我應該是出席呢一啲嘅活動場合為工作嘅一部分啦，定係咧都應該好似 David 咁樣就係選擇唔去，以表示自己咧係唔願意接受呢啲籠絡咧咁。其實個遊戲應該點樣玩呢咁？除咗上述嘅大企業啦，其實仲有咧西班牙一啲嘅重要球會啊，譬如皇馬啦，係啊，就係包括咗我支持嘅呢個球會皇馬。David 咧喺書入邊咧提到咧，皇馬嘅主席 Florentino 咧，其實係唔中意傳媒針對某一啲嘅球員作一啲嘅負面嘅報道啦，咁就會利用佢同書記嘅友好關係啦，或者係所謂嘅即係協議條款咧，就去施壓啦。咁書記咧又真係會為佢咧係去即係落實執行嘅，就係炒咗一啲咧唔聽話嘅部門主管啦。
雖然關於唱衰球會或者球員呢一件事呢，我老公阿豆呢其實有另一種嘅睇法嘅。我而家呢心裏邊呢都多咗一個角度呢去睇呢一件事情。讀完呢一個部分呢，我就簡單回想咗一下香港嘅傳媒情況啦，感覺呢就係呢冇咁明顯咁樣去希望籠絡傳媒，說好自己公司嘅故事嘅。似乎咧比較多咧都係一啲企業啊或者大財團咧，用自己公司嘅 marketing， 亦即係市場推廣啦吓，就主動去推廣自己嘅品牌形象，多於咧係即係怕咧或者罩忌咧傳媒咧係寫衰自己啊。我認為咧就香港傳媒喺報道真相同埋作出批評方面咧，遇到最大嘅障礙咧都應該係嚟自政治嘅，因為咧公權力咧甚至係可以拘禁咧有關嘅人士。最後今日想分享嘅係比較難忘嘅一點啦，就係咧David 咧面對呢個媒體數碼化同埋咧報社同事罷工抗議呢一個反應啊。咁佢對呢兩件事咧分別有啲咩反應呢？咁喺數碼化方面咧，其實David上任嘅時期亦即係2015至16年，約莫10年前啦吓。咁就媒體咧就開始咧由呢個實體咧就轉向呢個數碼化嘅市場。David 咧到任之後，其中一個要務咧就係咧要研究同埋推廣呢個報章嘅數碼化，即係將 El Mundo 嗰個網站咧係設定得好啦，同埋咧係要增加呢個讀者人數，咁搞好呢個網上版本啊。但係咧，原來佢自己本人咧係曾經十分之抗拒咧將報章數碼化呢件事嘅，佢自己咧都曾經抵制過。但係後嚟佢自己都明白到咧呢一個嘅重要性啦，亦都確實咧係為公司嘅前途咧有好處，所以咧佢都係願意咧去大力咁樣推廣嘅。咁以下呢一個選段咧就可以見到咧佢嘅心路歷程啦。我自己也加入了抵制陣營，從在馬德里時就開始，到成為特派記者時也是。我拒絕替網站寫文章，堅信我寫的故事只有刊登在紙上才能大放光彩。我嘲笑那些說着我們的未來將取決於數位化，不然就沒有未來的大師們。那時的我熱切倡導着，讓讀者親手拿着剛印好的報紙，手指因翻閱頁面而染印上油墨，那才算上是好新聞。事實上，我們面臨的是一場不可逆的革命，而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真的錯了，是我正前往採訪另一場革命之際。那是2007年的事，來自世界各地的6-7個記者成功進入緬甸，報道由佛教僧侶領導起義，反對軍政府的番紅花革命。網站團隊最終說服了我，運用我是當時唯一在緬甸現場的西班牙記者的優勢，將我的新聞報道發佈到網站上。我的新聞報道從來沒有被那麼多人讀過，或是得到過那麼大的回響。以前從未對我的文章發表過評論的朋友，紛紛告訴我，他們已經看過我的文章了。以前無論從哪裏發新聞回來，自阿塔哥尼亞到澳洲，甚至更偏遠之地，都未曾令我的記者身份認同有過如此的滿足。網路的可能性似乎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我改變了信仰，繼而加入支持網路新聞的那方。然而當時抗拒任何創新做法的情況仍無法動搖，因為貴族們總站在最前方阻擋着。多年後我成了總編輯，本以為實體報紙和數位報之間的老掉牙爭論早已結束，但令我驚訝的是，他仍然在那挾持着報社，將報社困在欲重建舊秩序的烏托邦裏，懷念一去不復返的過去，所有工作都因此限制。接落嚟呢，我就要講下呢David 咧喺呢個即係點樣面對呢個同事罷工嘅問題。咁而家我就想邀請各位聽眾啦，你哋試下想象一下，如果你係一份報章嘅總編輯，你嘅下屬幾乎係全個報社上下總共200幾人啊，表示要罷工嚟抗議公司咧係裁員，你作為總編輯，你會點做呢？你會黑面反對，定係會揾部分員工嚟游說佢哋返工開工印刷，定係自己參與埋一份？
可能因為我都做過呢個中層管理啦，所以呢，我係非常之有興趣知道呢 David 嘅反應㗎。他說：你是總編輯，如果你要求我來工作，我就會來。但是若是要我們與編輯總部的大家對立，隔天我馬上提出請辭，我會沒有辦法再面對我的同事們。明天我們都必須要來，我會，但我不會要求你們去接替編輯們該做的工作。有足夠多的員工來上班，我們才能做得出體面像樣的成品。報紙也才會出刊。如果沒有人來上班，世界報就不出刊。這個決定等同是將我自己也加入罷工行列了，因為我有預感沒人會來上班。秘書男得知了我們剛才開會的事，很不高興來找我，要我給出個解釋。我告訴他，總編輯什麼時間想和他的團隊開會，就隨時都可以開。他一見我心情很差，馬上態度軟化地說：告訴我你會讓報紙出刊，這件事的決定權不在我手上。上面的人說，我不在乎上面的人說了什麼屁話，叫他們自己下來弄，下來自己打字，把文章生出來。你可以直接跟他們說，這些話是我說的。第一次嘅罷工呢，就係咁樣啦。David 呢都係所謂參加咗，即係成為咗一部分啦吓。因為呢的而且確係冇人去返工，所以呢嗰一個星期嘅星期二嗰個罷工日呢係冇即係出到報紙噶。咁係喺20幾年嚟啊，即係佢嘅寫法就係20幾年嚟呢係即係第一次呢係冇實體報呢印出街嘅。咁好啦，到咗下一個星期嘅星期二嘅罷工日呢，啲員工呢又想再次罷工，向公司施壓。呢一次呢 David 嘅取態就唔同啦，佢呢就堅持要印刷出刊。因為呢，在暗地裏知道咗公司呢已經決定咗，如果再一次冇報紙發行出街呢，佢哋就會將所有原本呢比較好嘅遣散條件呢全部取消。而且咧，亦都唔會咧減低裁員嘅人數啊！因為作為即係總編咧，佢知道咗呢件事啦，所以佢就選擇咗寧願自己捱義氣啦，同幾個明白佢嘅夥伴咧一齊去死出咧40頁嘅報紙嚟，就刊出發行出街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咧，其實 David 咧都係抵住咧佢下屬咧鬧佢冇骨氣啊！即係會出賣咗佢哋同伴啊咁樣嘅呢一種氣氛啊，自己咧夾手夾腳死掂去出版，咁最後咧都係咧算係保存咗呢個比較好嘅遣散條件嘅。唔知道 David 嘅選擇同大家嘅選擇一唔一樣呢？今日關於 David Jimenez 喺世界報做總編輯嘅幾個深刻經歷同埋掙扎咧，就分享嚟到呢度啦。其實我同呢個傳媒嘅工作啊，做記者啊，咁咧都係有一啲嘅感受同埋即係都有啲淵源嘅。下一集咧，我可以講多一啲。我亦都咧會喺下一集咧讀出有關嘅選段啦，扣連咧我喺西班牙嘅一啲在地生活體驗同埋觀察咧做分享嘅。你聽緊嘅係米閱讀分享呢個 podcast， 分享咗嘅書咧係後來我告了報社老闆，希望大家鍾意啊！下星期返嚟繼續傾下講下，再會大家。